最近香港娛樂圈爆發咗一場李家家庭風波，全港市民皆知巷聞。呢場風波嘅核心人物係鼎爺李家鼎嘅大新抱，外界叫佢做三把刀。李永漢嘅婚姻好難捱落去，老婆嚴佩玉謀咗金錢供養，依家決心同李家劃清界線。鼎爺含淚再爆家醜，每個月俾大仔5萬蚊家用。大新抱又中意搬弄是非，係嫁入李家呢10年入邊，佢好似一隻貪得無厭嘅吸血馬濕金。呢個女人名叫嚴佩玉，英文名 Connie， 真實身高大概150厘米，生得好普通，擺喺人群入邊一嘅都唔起眼。不過係平凡嘅外表之下，佢卻展現出同外貌極之唔夾嘅超強目的性同企圖心。喺呢場家庭糾紛入邊，佢用咗一連串手段，徹底破壞咗李家嘅家庭關係。鼎爺甚至係大眾面前崩潰，直指佢就係搞到家庭破裂嘅罪魁禍首。由佢過往嘅經歷到嫁入李家呢10年嚟嘅種種行為，展現出作為一個新抱點樣靠算計同挑撥離間。追溯翻佢嘅過去， Connie 早年呢曾經係香港娛樂圈入邊做過知名藝人華哥江華嘅私人助手，係做助手期間，佢接觸咗大把明星同業內人士，從係呢個過程入邊學識咗好多上位技巧。佢好識得點樣拆上司同身邊有利用價值嘅人鞋，為咗達到自己上位跨越階層嘅目的。係識鼎爺大仔李永漢之前，佢曾經同圈內多名人士拍過拖。目標由頭到尾都好明確，就係要揾一塊可以令佢成功上位嘅跳板。兩個人啱啱識嗰陣， Connie 就已經睇準咗李家係香港娛樂圈嘅背景同埋資源。2016年 Connie 正式同李永漢結婚，嫁入李家。係當年嘅婚宴上，佢曾經當眾表態，話自己等咗10幾年，終於等到個承諾，重公開話起碼要生3個小朋友，做個好老婆好新抱。嗰陣時咧，好多人以為咧呢段婚姻會好安穩，但事實證明咧呢個只不過係佢踏入李家同掌控資源嘅開始。結咗婚之後， Connie 即刻放棄晒所有個人事業，選擇做全職家庭主婦。係長達10年嘅時間入邊，佢同老公李永漢幾乎係完全唔返工嘅狀態。屋企嘅全部經濟開支都係由已經上咗年紀嘅老爺李家鼎一個人包辦。鼎爺公開講，自從2016年 Connie 嫁入李家之後，佢哋兩公婆嘅日常家用、2個細路嘅學費、屋企2個工人姐姐嘅人工等所有開支，全部都要靠鼎爺俾。鼎爺每個月咧要固定俾5萬蚊家用佢哋。咁樣7、8年落嚟，淨係固定家用就已經差唔多500萬港紙。如果加埋學費、保險費、醫藥費同埋各種額外開支，鼎爺係佢哋身上嘅總支出接近1000萬港紙。雖然外界曾經有傳聞話李永漢同老婆幫鼎爺打理飲食生意，但鼎爺後來當眾澄清，佢哋只不過係掛名，真正有落手做嘢嘅時間得個8、9個月。其餘時間完全係靠長輩嘅經濟支持。作為呢個小家庭嘅女主人， Connie 喺呢10年過住極度奢華嘅生活。佢嘅日常活動咧，主要就係行街買嘢、做 facial、買名牌袋同埋帶小朋友去玩。係社交平台上，佢成日曬自己嘅名牌手袋、貴價護膚品同埋蠔油打卡。而呢種高消費生活嘅背後，完全係靠年過80嘅鼎爺，係餐廳辛苦捱更抵夜賺翻嚟嘅血汗錢，係享受長輩供養嘅同時， Connie 完全冇維護家庭和諧，反而成為咗製造家庭矛盾嘅搞屎棍。2025年6月，鼎爺買咗部新嘅智能電話，因為老人家對新電話嘅操作唔係好叻，而李永漢兩公婆嗰陣時話自己好忙， Connie 就主動提出幫鼎爺將舊電話嘅資料過落新電話度。點知借住個資料嘅機會，
佢私自扣留咗鼎爺部舊電話。呢部舊電話入邊咧，留有鼎爺同細仔李永豪兩公婆嘅私人語音對話記錄。Connie 攞到部電話之後，偷偷地將入邊嘅語音記錄過咗出嚟，重惡意剪接。佢特登洗走對自己不利嘅部分，專登截取同埋拼湊李永豪兩公婆嘅語音片段。咁到咗2026年呢，佢將呢個斷章取義同惡意剪輯嘅錄音公開，企圖製造李永豪兩公婆想謀奪老豆身家嘅假象。佢將家庭內部嘅所有矛盾同埋對長輩身家嘅貪念，全部賴落李永豪兩公婆身上，企圖藉住呢樣嘢幫自己個小家庭爭取更多嘅身家份額。當完整嘅原版錄音最終曝光之後，大眾先至睇清佢利用電話資料挑撥離間嘅真面目。呢種連屋企人私隱都可以隨意偷取同利用嘅行為，真係令外界覺得好震驚。更令人頂唔順嘅係佢係處理奶奶思明離世一事上嘅態度。思明係鼎爺嘅前妻，兩個人雖然已經離咗婚好多年，但依然感情好好。當思明病重危在旦夕嗰陣，鼎爺好想去醫院見前妻最後一面，不過 Connie 同李永漢卻百般阻撓，揾各種藉口唔俾鼎爺去醫院探病。甚至係思明過身之後， Connie 同老公第一時間封鎖咗消息，特登向鼎爺隱瞞死訊。係隱瞞死訊呢段時間入邊，佢反而用思明需要交醫藥費做藉口，繼續問鼎爺攞錢。因為佢哋嘅阻撓，81歲嘅鼎爺最終都見唔到思明最後一面。呢件事成為咗鼎爺心入邊永遠嘅痛。鼎爺喺鏡頭面前極之痛心甘話，自己一生人最後嘅遺憾就係見唔到前妻，而呢一切都係因為大仔兩公婆既刻意隱瞞。呢種為咗錢而唔顧基本人倫常理嘅做法，引起咗香港市民嘅強烈反感。2026年4月，思明嘅喪禮舉行，李家嘅親友喺喪禮上都表現得好悲痛，但係有傳媒捕捉到 Connie 係鏡頭背後嘅真實狀態。嗰陣佢着住黑色素服，企喺人群後邊，不但只完全冇傷心嘅情緒，反而表情輕鬆，笑笑口金同隔籬嘅人有講有笑。不過當傳媒嘅鏡頭對準佢，或者到咗需要家屬出面嘅環節嗰陣，佢即刻變臉，一秒崩潰，大喊，表現出極度悲痛嘅樣。呢種由輕鬆傾偈到嚎啕大空嘅一秒切換，被鏡頭完完整整咁拍咗落嚟。呢種係喪禮上極具做 show 性質嘅行為，被傳媒爆出嚟之後，引發咗全網嘅強烈譴責。外界紛紛批評佢假到死，對死者完全冇尊重。思明病重期間，鼎爺曾經專登買咗一張專業嘅醫療床俾佢。思明過身之後，呢張醫療床本來應該好好處理或者捐出去，但 Connie 係奶奶，啱啱走咗冇耐，就即刻將呢張醫療床擺上二手買賣平台度放售。除咗醫療床，佢連死者生前嘅一嘅物品都唔放過，明碼實價，企圖喺入邊再撈埋最後一筆錢。大眾認為呢種毫無底線，淨係向錢睇嘅做法，已經完全喪失咗基本嘅人性。客觀分析 Connie 不斷係李家內部搞風搞雨嘅原因，其實源於佢內心嘅極度唔平衡。鼎爺細仔李永豪兩公婆生活安穩，夫妻關係和睦，而且靠自己能力過住踏實嘅日子。佢對長輩聲稱李永豪兩公婆貪圖身家，同時又係老公李永漢面前煽風點火，挑撥李永漢同細佬李永豪之間嘅關係。最終呢種內部嘅挑撥離間，直接搞到李家父子反目，成個家庭徹底破裂。係面對外界排山倒海嘅批評同確鑿嘅證據嗰陣， Connie 選擇咗做縮頭烏龜。佢由頭到尾都冇正面回應過呢個爭議，而係匿喺老公李永漢背後，
要老公出邊應付傳媒。當網上嘅輿論壓力越嚟越大嗰陣，佢唯有靜雞雞註銷咗自己嘅社交平台賬號，靠潛水嚟逃避譴責。呢種完全冇擔當嘅行為，同佢當初喺社交平台上高調晒命嘅姿態，形成咗鮮明嘅對比。回顧呢個被叫做三把刀嘅女人嘅所作所為，可以好清楚咁睇到佢做人做事嘅三個特質。第一，佢極度叻去利用身邊人嘅信任同資源嚟滿足私欲。由早年做藝人助手到後來加入李家，佢一直都喺度揾可以利用嘅跳板。第二，佢對金錢同物質有住無止境嘅貪念，長達10年依賴長輩嘅高額供養，甚至連長輩嘅醫藥費、死者嘅遺物都要算計。第三，佢為咗達到目的，可以不擇手段偷電話錄音、惡意剪接，阻撓老人家見最後一面，係喪禮上做 show 呢嘅行為已經突破咗普通人嘅道德底線。佢靠住心機同手段，而且確喺一段時間入邊過上咗富貴嘅生活，享受豪車、名牌同埋高級餐廳。但呢種建立係榨取長輩同破壞家庭關係基礎上嘅生活，注定係捱唔長嘅。雖然佢註銷咗網絡賬號，企圖抹走痕跡，但呢嘅客觀發生過嘅事實已經俾大眾記錄咗落嚟。佢必須要為自己破壞家庭、違背人倫嘅行為付出沉重嘅代價。任何企圖透過陰謀同算計嚟搶奪他人財產嘅行為，最終都只會落得身敗名裂嘅下場。